背供上普贤菩萨忏悔三昧，无论是过去、现在，也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，与我伤害过因缘众生，皆因身口意的造作，所交感不足，所交感的诸多不顺甲苦难，毋管是身体上的，也是精神上的，我拢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的忏悔，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，无量劫来我闻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往受诸苦于六道中，无有出路。我闻拢希望解脱，我一切被我伤害过因缘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。我一切以我有因缘的轨道非人众生，结闻佛法，投生善道，祈奉解脱。我一切以我有因缘的人，及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现在，我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感谢天文殊德，100口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2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7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8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9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0口手屁。做伊忏悔礼被放手嘅中退。